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29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雅纯。首先来关心今日有啥物新闻重点？金华城弊案，维京集团的主席沈庆京甲台北市议员应晓薇互人声压，因那郭文德下晡嘛要召开记者会来说明最近的争议。规台股价落，美国的四大指数嘛拢落，连带今仔日台股开盘就落超过300点，科技股甲金融股嘛拢受到影响。新闻头起先来关心到金华城弊案继续查出哪像有乌西的代志，检方昨约谈维京集团的主席沈庆京，也阁有国民党的台北市议员应晓薇，先后两个人拢声压禁见。因那民进党的台北市议员简书培早起嘛去到监察院来申诉，要求得单核前市长关文德。针对着金华城的弊案这么大残，台北市府干的敢会要求得停工？市长周万安表示，一切配合调查，依法来办理。董事长有没有话想要说的？回校民所会，陈先生。维京集团主席沈庆京2日暗时10点半移送北检复讯，全庭面笑笑，无继续回答。复讯了后，沈庆京去互人声压。带回精神的，还有金华城董事长陈玉坤，加台北市议员应晓薇等人。应晓薇去互检方查出，小户有甲维京集团等人有真侪金额往来，涉嫌收钱协助金华城的用职。复讯了后，互人依照贪污治罪条例、违背职务、受贿赂罪嫌，有逃亡、破口径的顾虑声压。金华城的风波扩大，民进党台北市议员简书培再去到监察院提出申诉，要求要单核郭文铁。就是金华城沈庆京的阿拉丁神灯，要什么给什么，完全的违背他对于市民的承诺，完全违背了他市长的职守，要求监察院能够对柯文哲来进行弹劾。针对沈庆京发布声明讲，唔捌附中官员还是送红包，佮讲福市府甲瓜市府拢有官员甲伊讨红包，啊，毋过伊拒绝，唔再互金华城申请应职，一直互人报复。福隆兵嘛发声明讲，要求伊爱指出人、代志、时间、地点，啊，佮物证，用检调来激发，莫转移焦点。台北市议员游淑慧嘛质疑，是安怎遮侪年无提出检举？为什么不跟市府提出正式的检举？人还在侦讯中就对外发出这样的声明，是不是要隔空对某一些人喊话，形同一种空中串供？我觉得这个未来检调可能要去厘清一下这样子做的用意哦。金华城案高应借840%，那是牵涉到乌西等不法行为。台北市政府后续是不是要求金华城停工呢？我们都会持续关注这个案子的后续，一切一定依法来办理。所以事实到哪，我们就会处理到哪。周万安表示，已经有请政风处主动调查查清楚，台北市政府原来专力配合检调的侦办，希望查清楚事实相关真相，绝对公正公平处理。记者综合报道。民众党主席郭文德针对着最近政治现金这争议，下晡要召开记者会，亲身来说明。不过最近又搁爆出和民众党合作的木科公司有汇400万入去郭文德私人的口座。民众党讲这是销商授权金，结果民进党质疑讲根本就是郭文德要把政治现金洗做伊个人的财产。下午一次解决。透早就做好头毛，民众党主席郭文德自到下晡要开记者会，针对政治现金继续风波直球对决。今麦个压出郭文德私人户头收木科公司汇400万的销商权利金。民众党虽然澄清是授权金，作为党部甲公益来使用，啊，不过政治现金存的款项等直接关乎民众党，也互民进党自己加做这一步，其实是要家己吞。这样的行为实在让人看了起疑，是不是本来就打算要透过这样子五轨搬运的方式，让金钱从政治现金专户流入柯文哲的私人账户，如今曝光了才改口说要来捐给民众党做党务发展。所谓的不明金流，其实这是刻意的误导，因为柯文哲主席原本就有把他个人的肖像权签约给这个木可公司，那木可公司原本就会提供授权金，而授权金也都会捐出来给民众党还有公益使用。郭文德门口口被挂一罐烂巴拉，独派团体台湾国口说郭文德大开基础正义巴拉票，家己用4300万现金买上班，设个人办公室。
官体决定将上班信托并设证据。首先，主席自己主动是说，希望能够把房子做信托之后，然后就是指定用途，就是归民众党或者是归所有的公益团体可以那个免费借用。主席在购买这个房子的时候，出发点其实也是这样，只是大家会觉得是说，好像房地产挂在柯文哲名下，引起社会的观感不是太好。公益信托吗？还是他是私人信托？如果他是私人去做这个所谓这个捐赠啊等等，其实根本不是信托嘛，甚至他还可以拿回来，所以我觉得这完全是假议题。官体加入政治现金介绍风波加3大汉，当代救济声音真多，传出官体要请假暂离党主席，民众党回应相关人士会负起政治责任。记者综合报道。前交通部长李炳元因为逼出外缘歹代，率紧来请辞。今仔日行政院长窦英泰宣布由行政院发言人陈世凯来接任。不过因为陈世凯无交通专业的背景，就受到外界质疑。窦英泰表示，伊对陈世凯有信心。因为交通委员会民进党立委表示，陈世凯就要投入真济时间来了解交通部的业务。台上出席长官有行政院陈世凯发言人。大家好。主持行政院会后记者会，不过这是陈世凯以行政院发言人的身份最后一届，因为赖清德总统加行政院长窦英泰已经确定要让陈世凯接任交通部长。世凯兄在台中市议会多年的服务的工作经验，也对地方的交通事务相当的熟悉跟了解。除了所学之政治的专长之外，他又有企业管理的学习过程。有足够的能力，也有充分的准备，可以去因应现在交通部非常多的业务。前交通部长李炳元顶礼拜互人押出婚外情，快速请辞核准，陈世凯接任部长的职务。今年47岁，伫东海政治系毕业，大学时阵就加入民进党青年军，隶属新潮流派，并连续当选3届的台中市议员，是党内重点栽培的中生代。需要担任赖清德2024总统大选竞选发言人，期间得到真大信赖。不过，陈世凯无交通的背景。要管理包括海陆空建设加观光运输的交通部，和各界拢正意外。当然，有哪有真侪质疑的声音。说服国人是陈世凯的交通专业在哪边，以及陈世凯有没有办法有这样子掌管大部会的能力？毕竟交通部的预算每年本预算就几百亿，有没有办法能够带领整个部会往前迈进？他对总统跟院长的思想应该蛮了解，可以表达很多重要的意见。也希望说未来的交通部长可以要多花一点时间学习哈。国民党立委讲，内阁部长已经无密月期。交通委员会的民进党立委坦白讲，交通部长的职务真专业，但世凯都要开真侪时间来了解相关的业务，展现出是新人的实力。记者综合报道。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的高频陪同分署进前请厂商来维护资料，煞部长伫害400多台电脑的资料拢无去。目前分署是确认到牵涉资案的资料是拢无外泄，经过抢救嘛已经把9成的资料找倒转来啊。不过因嘛强调会来追究厂商的责任。透过厝内底水电的修理，告知民众学晓水电技术的重要性。劳动部劳发所的高频陪同分署透过影片的介绍，鼓励民众学晓水电冷冻等的技术。不过分署进前所发生电脑系统维护疏失，引起治安纪律的情形。是因为我们的维护厂商在帮我们维护电脑的时候，作业不小心，然后就把我们低潮的资料给删掉了。那我们就确认，第一个，我机关的服务的系统呢是正常的。分署表示，厂商积极进行电脑资料维护，无涉及误删除同事的电脑低槽资料文件。但到同事要作业找无低槽备份的资料，陆续汇报情形，总共400多部电脑被删除。经过确认，服务设备甲系统无受影响，确认治安资料无外泄，已经抢救恢复9成资料。因应治安稽核的时候，那他就去想要把所有的电脑去做一些档案的清除。那他在下指令的时候，本来是要下
清除所有的可执行档，下的时候不小心就下了一个指令去把所有的档案清除。专家认为，厂商在做系统危害时阵，无做好资源环境检查，才地书下错指令，把地组备份资料全部清除，引起资源记录。虽然研究量用电脑工具进行每一台电脑的档案抢救，成本却真大，应该爱细致。分数是强调，会照合约也向厂商来救济。记者综合报道。美国 AI 晶片大厂辉达公布因第二季的财报，营收有到300亿美金，比花年价按算的更较好。不过辉达的股价却无抢悬，甚至阁落超过8%。有专家认为，这是因为财报无予投资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不过分析师是拢普遍正乐观来看待。美国 AI 晶片大厂辉达2月公布财报。第一季营收是300.4亿美金，超过市场预期287亿美金。这一季成长率差不多是112%，连续3季成长率超过200%。因为第三季营收预期差不多是315亿美金，无达到上悬的预期。辉达股价盘中落2.1%，盘后交易落的幅度佫超过8%。专家认为，这是因为财报免予投资者留下深刻印象。不过，分析师普遍乐观看待，认为辉达第二季表现依然是下佳的一季。I actually think it's something that it doesn't really change the demand story. We're talking about 60, 90 days. This is a company that's basically had numbers that have gone up 5x from where the street was. This is just sort of the second inning of a 9-inning game playing out for NVIDIA. 辉达超过预期的能力，面临愈来愈大的挑战。进前每一摆超出预期，拢推动华尔街将期望调搁较悬。共款也展望未来，也有全球上大的七头面商乐高，利用另外高达60%的成本生产用再生或者是回收材料造成的塑胶手机，希望想做一间零化石燃料的公司。In 2015, Lego made the first commitment around this, and since then tested more than 600 different materials, and some were successful, some were not, and that's what happens when you innovate. We are taking virgin fossil fuel out of the mix of our materials, and increasingly putting sustainable materials in, so that could be recycled materials or bio-based materials. 乐高今年顶半年营收年增13%，差不多46.5亿美金，营业利息年增16%，双双创新高，比2020年同期成长1倍。乐高表示，虽然用这种材料成本会贵40%到60%，不过未将这转予消费者，会将营业利息来执行，提供囡仔一个永续发展的世界。公司新闻陈慧仁报道。辉达的股价落，美国的四大指数嘛拢落，连带今仔日台股开盘就落超过300点，上价落到22010点。包括台积电、鸿海甲广达，这股价拢落超过2%。也有金融股的中信金、大新金甲新光金嘛拢青顺顺。拜四台股开盘后，投资人心肝拢冷起，早盘抬超过300点，上价来到22010点。专家分析，这是因为拜三辉达财报公布，不过股价落价，美国股市四大指数连带受到波动。财测的一个数字没有办法能够达到市场预期更高标准的情况之下，引发了一些这个获利的一个卖压。那短线呢，就等获利卖压消化完，那这个时间可长可短。详细看辉达相关概念股，像讲台积电、鸿海，还有广达，落价幅度拢超过2%，几片是青顺顺。宽宏台积电开盘落22块，来到942块，次贷是求水，剩代票24.42条块，影响大盘178点。都连人工智慧族群，像讲技嘉、还有伟创，嘛大部分拢有较落。另外，伫金融类股的部分，大新金甲中信金并要收购新光金，不过新光金最后要对象也唔知。这三间股价惊势拢是落价，尤其是大新金落价幅度上大，超过2%。我们是认为说有一点点的关系，可是以整体来讲的话，其实你如果去看一下，像是今天龙头股富邦金啦，或者是国泰金，那其实他们的走势都还算是稳定。金融股倒是还是可以继续观察的
看起来也并没有那么悲观。分析师认为，若是29的股价一旦开价走悬，安尼大盘可能就是一天的效应。万一是今仔日、明仔载2天股价拢连续收乌，恐惊短期间内，也就是一直到9月初，大盘恐惊拢是起落整理的势面。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市警方掌握到一位有毒品甲冲泡通缉的嫌犯，会晓改造枪，佮随身炸枪，真危险。经过警方收集事证、等待时机，成功伫咧中华园林抓到人。本分局侦查队接获情资指出，罗姓犯嫌因案遭通缉中具有改造枪支技术，并拥枪自重，出入随身携带枪械，及组成专案小组积极搜证侦办。专案小组调查发现，罗嫌日常经租用共享自小客车代步，经跟监部署，于适当地点迅速以车辆前后包夹。查缉过程中，虽经罗嫌顽强抵抗，员警仍将罗嫌强力拉出车外，逮捕到案。警方表示，这个通缉犯平常时拢是坐共享汽车来闪过警方的追查，而且伊随身炸枪、炸伊改造的枪，互警方包围的时，佮拍算要举枪起来反抗，加载去互警方压制逮捕。警方嘛有伫车顶抄到2支改造枪、甲109粒枪支，也佮有毒品这证物。专案是依照涉犯冲泡弹药毒害管制条例、甲毒品危害管制条例等等的罪嫌，移送检方侦办。伫咧去年7月，嘉义举办虎爷绕境活动的时发生爆炸，造成29个人受伤。嫌犯咱像是调钢筋伫咧人济所在来藏爆炸物。虽然伊是否认犯案，不过检方有伫因兜找到大量的炸药甲原料，所以将这个查甫人提起公诉。也法官嘛认定这个嫌犯无差别攻击，佮无要悔改，所以一审甲判无期徒刑，褫夺公权规世人。现场有红色线，除了塑胶椅啊，佮有袂少幼幼的碎片。警方详细采证，去年7月15暗头啊，嘉义河联警金虎夜会举行绕境活动，煞雄雄发生爆炸，造成29个民众受伤。其中这上细汉的伤者敢若2岁。检警追查3个月，抓到41岁姓赵的查甫人，怀疑伊伫铁盒内底放火药钢珠制造土制炸弹，再搁用遥控引爆。部分的那个受伤的民众啊，因为伤势严重，那住院之后啊，进行多次的清创手术，急救得以之后才救回啊。检方伫姓赵的查甫人睡厝的所在，发现爆炸威力加起来超过10粒手榴弹药量的炸药成品，搁有火药的原料，甲这个查甫人起诉。嘉义地院审理了后，认为伊的行为是有预谋的，嘛是无差别随机的攻击，犯罪行为重大，一审当判无期徒刑。而且本件是属于预谋型的无差别攻击行为，被告的凶残和手段冷酷，情节重大，故合议庭判处被告无期徒刑，褫夺公权终身。那关于伤患在之前的受伤以及住院，那本会都给予最大的协助。那以及提供慰问。法院依照违反冲泡弹药管制条例，判姓赵的查甫人无期徒刑。伊嘛对去年10月防守压高打，专案也会当上诉。嘉义河联警金虎夜会是回应尊重判决，嘛会提供伤者伫咧过程当中全力协助。后续嘛会陪伴因讨赔偿，也是申请犯罪被害补助。记者综合报道。去年5月，台中捷运的轨道互刑法法建案的吊管焊着，造成一台列车弄着1个人死亡，10几个人受伤的事故。今嘛检方依照过失致死罪嫌，甲2个操作吊车的工人起诉，因若建商刑法是不起诉处分。伫咧台中捷运的丰乐公园站附近，文心爱发建案，伫去年5月初10的时，6月顶吊车的吊管落来焊着捷运的轨道，有一台列车被互动刷去弄着，致使车顶1个人死亡，10几个人受伤。检方认定，迄当阵2位工人无按照规定来操作吊车，所以依照过失致死罪嫌来甲起诉。因若刑法建设济路营造，抑佫有包吊车作业的宇球国际等等，这公司是拢因为嫌疑不足，不起诉处分。佮来关心到台南新街病院最近是收治一位发烧、感冒、佮会吐的8岁囡仔，而且佮发现伊严重低血压、休克等等的状况，是赶紧互伊带入去加护病房来抢救。研判是感染到侵袭性 A 型链球菌，也就是人讲的食人菌。好，加在经过抗生素的治疗，这个囡仔总算是平安出院。
8岁查某囡仔快乐的跳舞，身体的状况恢复了真好。不过，伊伫今年4月因为发烧，骨头互送去病院，后来佫出现严重的低血压、休克等症状。医疗团队研判是去感染到侵袭性 A 型链球菌，赶紧使用抗生素。查某囡仔住院治疗2个月了后，总算好完全。那其实整体的症状来讲，其实没有明显到会紧张的感觉。所以一到医院来之后，马上进到严重的病程，我们其实非常的意外。像一般恢复一般的样子，跟过去平常生活的样子这样。他到后期没有发烧的时候，就有一些极度倦怠，甚至呼吸喘。那他甚至会抱怨他肩膀会痛。我们都认为这个可能是他并发成肺炎的早期警讯。治疗过程为着避免查某囡仔的脚甲手因为血路未通变死肉爱锯掉，团队透过预防甲治疗心肌特别护心大片来疏通血路，效果袂歹。那针对他的脓疱性紫斑，那是因为他严重的败血症，所以有一些弥漫性广泛的血管内的淋血，然后导致四肢的血液循环比较差，所以也合并使用抗凝剂，跟就是局部的血管扩张剂涂抹包覆使用。侵袭性 A 型链球菌就是人咧讲的食人菌。患者通常会出现咽喉痛、发烧、生鼻仔等等的症头，甚至有一寡人会吐、腹肚无爽快。若是动静，佫会造成意识无清楚、昏迷、低血压、皮肤变色或者是生斑、喘气袂顺的问题。3岁到15岁囡仔或者是老人较高袂着，会透过喙烂手感染，而且也无疫苗会当预防。目前的治疗方式就是量早诊断、使用抗生素。大部分的患者拢会当伫几礼拜内恢复健康。记者文正行台南报道。咱头拄则看到的就是民众党当咧举行记者会现场。所以来咱过来看到，今年中开始，消基会有调查600件猪肉漂洗产地状况，结果有39件是无依照规定来漂产地，嘛敢若调查到2件猪肉产地漂洗美国。消基会就质疑美国猪肉进口的数量甲市民的数量是对比起来，恐惊有乌白漂产地问题。消基会调查北中南市场大贩甲超商、超市，抑有量贩店甲餐饮业，总共600件含猪肉成分或者是含猪肉营业部位相关产品。结果发现有39件无照规定标示产地，另外敢若有2件猪肉产地是美国，1件是餐饮业，1件是韩国罐头产肉，怀疑无符合比例原则。我们所质疑的是不是呢？进口的美猪呢，有去就标示的一个原产地的部分呢，有做一个更换或是偷天换日这种状况，我们也不排除这种可能性。消基会认为，今年台美贸易谈判美方提出猪肉标示问题，因为咱对猪肉的金肉以2方甲肝脏当中莱克多巴胺上大残留含量规定，比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严格，希望咱用降低标准。消基会烦恼，若调降各有食安的记录，呼吁政府即马开始，应该更加加强查核产地标示。110年起，与地方政府卫生局合作执行猪肉原料原产地标示稽查，查获97件标示不符合规定，均已依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裁处。针对消基会质疑美猪进口量甲用量有落差，消署强调，为110年甲113年7月，国产甲数字总净重370.7万吨，其中美国数字2.8万吨，敢若占比是0.8%。数字品拢符合查验标准了放行，若标示无符合规定，拢会依法来进行裁处。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落实居住正义，内政部大力咧推动去社会主体甲包租代管，抑个每年租金的补贴要扩大到75万户等等。国土所有强调会加强查缉诈领的状况。因内政部处长董建宏是表示，会拍拼来推动品质好、成本阁无遐悬的社会主体，希望由政府带头来压制厝价。高厝价造成居住正义落实困难，内政部举办社畜家庭支持政策检讨会。内政部处长董建宏表示，去社会主体会立即小租赁的概念，带动周边居住品质的发展。各发声伫保证起的品质的同时，爱降低起的成本，希望起带头作用，让厝价有机会用较落。我们都有一个定锚的效应，让大家知道说，其实你要住好的房子，不一定要那么麻烦、那么贵。那么我们的新建成本也有一定的状况，可以供大家参考。
内政部8万社畜家庭支持计划目标8年内直接起25万户社体，不过社体土地提到一直是一个难题，尤其是都会区寸土寸金，民团建议参考南韩模式，要求业者将部分用这种例提出来起社体。我们在都市土地开发的时候，我们政府给你特别的容积的增加，我就要求你应该在其中有一定比例要作为社会住宅。明年开始，政府会扩大租金补贴到75万户，等到社体陆续落成，会个调整补贴户数。不过，租金补贴上路2年，也传出有厝主长期厝税现象。国土署强调，统计数字资料分析无造成租金普遍起的现象，要加强查缉，不是领补助的情形。150位有诈多笔租金补贴进同一个账户，或者是这个中间的姓名有重叠，身份证字号也重叠。租金补贴它有其必要性，但是它其实说，如果是造成这个房价上涨的原因，或是租金上涨的原因，我觉得，这个其实应该没有很大的因果关系。内政部表示，已经为修正契约规定，厝主名限制厝卡申请补贴，修正税厝电费计收标准这方面，若厝卡拄到相关的纠纷，应找找法律互助基金会协助保障税厝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劳动局今仔日宣布，伫咧线顶成立台北市劳动大学，包括职安职能的课程，嘛有特别为着移工来规划语言甲技术的课程，互国内甲外籍劳工拢会当来上课，而且目前拢会当免费伫咧线顶报名参加。现开册这是设计予外籍移工学习华文的课本。台湾因为欠工等等因素，踮台湾的外籍移工正咧增加，去年已经超过75万人。台北市劳动大学是市府劳动局下骹的单位，其中的移工学院通提供移工语言、技术、文化等等课程。相关的课程大部分都会有上 YouTube， 除了刚刚讲的那个教育训练那种长照教育训练，可能会有个别化的到载跟团班的训练之外，其实在我们移工学校的那个 YouTube 都可以看到相关的一个那个各国那个印尼语、那个越南文的一个相关，还有英文的一个相关的一个教育训练。台北市劳动大学整合劳动局的各种课程，开设劳动事务学院、职安学院、职能发展学院、移工学院4大学院，规划12类课程，一年通提供16000人次上课。我们也有非常多的移工朋友，我们对于职业安全的重视，以及我们对于年轻朋友未来职涯的发展，以及相关所有劳工朋友关心的劳动条件，都涵盖在这4大学院里。台北市劳动大学的课程拢结合伫台北市劳动大学的网站，民众通透过网站看到课程内容、课程地点，免费报名参加。市府希望互当咧找头路，也是在职的民众拢通继续进修、增加知识、培养第2专长。记者郭林玉凯台北报道。台湾预估伫咧明年会进入超高龄社会。因为根据卫福部的统计，目前咱国内失智症的人口是已经超过35万人啊。为着要营造对失智症友善的环境，国建署甲菜市仔、柑仔店、公庙、药局、银行等等的所在，加入对失智症友善的据点，鼓励这服务人员得爱理解、帮助甲支持这失智者。阿公甲阿嬷伫台顶搬布袋戏，互台下的人看了是笑嗨嗨。虽然这阿公阿嬷有失智症，真侪代志拢已经袂记啊，但是布袋戏的台词，因是记甲真清楚。这偌济500块啊，土匪啊，毋是啊。你拄食迄个人食的嘛爱算你的啊。逐当的9月份就是国际失智月，为着要打造友善失智时代的环境，国建署鼓励阿公阿嬷食去的菜市仔、柑仔店、公庙、便利超商、药局等所在业者，会当加入失智友善的据点，来支持失智的老大人。17000个社会的组织参与了我们这个失智友善的组织，包括我们非常了解的药局、很多便利超商。甚至我记得还有很多的早餐店哈，还有银行。
台湾伫2029年会正式进入超高龄社会。根据卫福部的调查，台湾伫113年总共有39万人有失智症。预估伫20年了后，台湾平均每天拢会增加48位的失智症患者，等于就是每30分钟就有一个人。国建署嘛，迄一出甲失智症有关系纪录片，希望互搁较侪人认捌失智症，嘛鼓励搁较侪单位加入失智优先的据点。记者伫阿选柯敏哲台北报道。来关心国际消息，以色列军方日被攻击约旦河西岸，继续来轰炸加沙地区，造成10个巴勒斯坦的武装分子死亡，也有34个巴勒斯坦人死亡，拢总有44个人无命。双方停火的谈判拢无结果，甚至世界粮食计划署的人道车辆嘛去互人攻击，宣布要暂停送物资。以色列军队日被扫动约旦河西岸第北区泽林甲土坎门的反恐行动，造成几个巴勒斯坦武装分子死亡。各地加沙走廊南部用战车对加沙全境发动攻击，数十个巴勒斯坦人死亡。哈马斯甲伊斯兰圣战组织的战士也甲以色列部队发生冲突，发射反战车火箭甲迫击炮。The Israeli military has launched a new crackdown in the occupied West Bank. While the fighting in the West Bank has been overshadowed by the war in Gaza, these Israeli military raids have taken place almost every day. Israel has reported an uptick in Palestinian attacks on Israelis as well. 战争拖愈久，以色列看起来就愈有可能摕到胜利，大肆生活解救人质。不过，爱承担愈来愈多将士战死的风险。以色列也因为对巴勒斯坦人造成的苦难，加做愈来愈孤立。哈马斯因为手头真紧，加做谈判最后筹尾。有报道指出，生活过去10个月拢踮伫加沙的地下棚空，也无清楚到外界有偌济联络。伫中间协调的埃及、卡达影响力有限。This violence is likely to continue as long as the war in Gaza goes ahead. While ceasefire talks have continued throughout the week, Israel is pressing ahead with its offensive in Gaza. 支持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的人道车队，和以色列军队庆祝大暴力，日被宣布暂停运送物资。以色列无马上回应，粮食计划署表示，人道救援发生安全问题已经不是第一摆。我哪怕我哪讲无结果，停火协议爱2人签署。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甲哈马斯领袖声话，因是不共戴天的受敌，谈判也是出名的强硬。双方拢知影谈判结果会让好细节的评价也是决定性的。公司新闻恩文玲报道。伫咧以色列一间博物馆，有一个4岁查甫囡仔，无细致将3500吨历史的灰管仔讲破去。那官方无咧追究伊赔偿的责任，抑个要求邀请这个查甫囡仔因一口罩返来博物馆参观，师傅来做修复。这个放伫入口附近罕见的青铜时代灰鸭馆啊，互一个4岁查某囡仔弄破去。迄个时阵，伊是好奇内底到底伫啥物，小可去揪这个杆仔，边仔爸爸真正惊一个。不过官方认为伊毋是故意的，若无追究，佮邀请查某囡仔一家伙仔返来参观，佮安排解说员来导览。 His first time at the museum, he didn't have even the opportunity to visit the museum. He was just stepping 2 steps. It happened and then they went out. That's why I wanted to make some closure, to make some, to sweeten the bitter pill. 这个灰鸭馆啊，迄个时阵无加装玻璃防护带，互人认为古文物无应该遮尔凊彩，互人直接摸。官方表示，创办人赫克特伊的原意本来就是要互人无需要计啥物，会当直接真近欣赏这珍藏品。即马博物馆方面已经请专家把这个灰鸭馆啊修理好。 I like that people touch, don't break, but to touch things, it's important. I can cure it, it's okay. It will be next week in the exhibition. 查甫囡仔爸爸看到灰鸭馆啊修理好，才较放心，嘛向博物馆表示诚实的。即马官方已经重新伫展区注明倒一寡文物会当摸，倒一寡袂使。这个灰鸭馆啊，伫以色列中部撒马利亚地区挖出来，离即马至少3500年，可能是用来底酒，也是草橄榄油。赫克特博物馆保存已经35年啊，官方是讲挖出来时阵拢好好，算是真罕见。大部分青铜时代的古早橄榄也是灰鸭馆啊，发现的时阵拢已经破去，也是无完整。公司新闻黄云玲编译。
镜头转来看国内，中华线西去年办理地质政策，有大约250块土地是出现争差，面积增加的地主是陆续收到爱补纳钱的通知。不过有的土地是早就已经提供出来，互人做路啊，即马煞就爱互人入钱。今仔日就10外位地主出来的抗议，因为官府是回应讲，增加的土地若是正做都市计划道路，建议是会当算作挂出来互政府，地主就免阁加纳钱。土地制度及家己无偿提供用地建造出来的车路，中华线西乡民以做公益450档，最近煞互通知讲，土地定出了后，加70几平方公尺的土地，爱补纳地价43万，土地该继续做车路使用，伊批评讲无合理。感觉无合理啊！我个人行去收钱，叫人来给他买地。我们希望说，政府第一步看是不是要履行你们的诺言，要来征收。好，征收后面延伸的问题，可能就是会减少。线西乡中兴大土地1977年办农地定位，去年为了更新土地资料办理地质政策，结果有250外笔土地有争差，其中有180外笔面积增加，就爱补纳地价，牵涉185户地主，有的面积甚至是无到1平方公尺，引起民怨。线西乡公所认为讲地质度有争差，应该是公家机关的问题，无应该让民众来承担，希望官府会当有补偿措施。他们无偿提供使用，我们应该很感谢我们的地主，所以我们希望县政府这边能够协助，那看我们应该要怎么把这个乡民的权益、地主的权益能够维护。计划道路内面积增加的部分，我们现在有在研议规划说，把它增加的面积割出来，变成底废地留在道路里面。可是这个规划必须要送我们县农地重划委员会通过。中华关地政处表示讲，定出后土地面积增加，补纳地价拢是依法办理，毋过考虑地主的权益。目前建议土地若是伫咧都市计划道路内底，会当分割出来做底废地，毋免另外纳钱。已经送关农地定位委员会审议，若那民众有任何疑虑，拢会当提起诉愿，地政处嘛依法处理。记者中华报道。经过进前台美风台算长，宜兰的海岸是有真侪水流茶，安怎清拢清袂了。更那像因为天气打扫会家己烧起来，就要靠消防员出动来拍火。有民众认为，这海岸的水流茶是应该清好更较清气，才会当避免火灾，卖当互游客有安全的环境。海沙堡的水流茶熊熊导火，台北港风管处巡逻的人员看到这个情形，随通报消防人员去抓水拍火，避免火势扩大。消防员用水线装水控制火势，嘛甲导火所在附近的茶拢装好淡，避免佫倒起来。台北港风管处的人员推测，火灾发生的原因，那像是因为天气太过打扫所致。有出外有巡，有时候会看到，上次也看到一次，也是在这个地带。然后都是木材太干的。对。根据宜兰县消防局的统计，开美风台了后，海基啊水流茶导火情形到达已经发生3届。有部分的民众认为讲，这水流茶应该赶紧清掉，才会当避免发生火灾，嘛会当依护游客的安全。当然清干净一点会比较好。我觉得应该要清干净一点。为什么？因为毕竟是来那个海边玩，因为漂流木里面会杂夹那蛮多的那个垃圾，对啊，他会比较希望说，如果说他把它清掉的话，海边会比较漂亮一点。宜兰县沿海水流茶经过向海地境平台协助，大部分已经清掉，嘛伫10日公告开放给民众来捡。不过村内无人要爱水流茶，所加做问题。那也呼吁说，在这个杂质的部分大家也不要随意这个燃烧或者是乱丢烟蒂那造成如果不必要的一个这个我们的一个这个燃烧的部分造成环境的污染。官府表示，会持续透过向海地境平台来清理这海沙堡的水流茶，嘛呼吁民众昏头唔好乱弹，或者是烧物件，降低火灾甲意外发生的可能性。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东的富山河溪区有保育志工发现到，今年河溪区近岸的海酸湖呢，白化是比英国更加严重。专家就表示讲，富山河溪区是海湾，冷海水原底就较无容易流入来，而且今年西太平洋的海温是更较悬，所以敢若会当期待等到寒冷温度下降，看酸湖敢会家己生转来。天气真烧热，海边看了是蓝色的。
不过，伫水底的生态却是无乐观。台东县三关湾富山护溪区保育之间发现讲，原底徛伫石头顶悬看海底的珊瑚应该是乌色的，不过即马看到的却是白色的。冲落水底发现讲，为海平到外海800公尺的范围，水底5公尺就会当看到珊瑚顶悬，拢开始出现白化的现象。估计2500平方公分的区域，就有70%的珊瑚白化，那安尼珊瑚的数量会愈来愈少。你剩下70%，但是你明年再一次白化，就是70%，然后又回来50%，所以它的挂掉成分是一年减少这样。陈家军讲，今年抓人以来，伊每一届冲落水底观察生态，海水的温度拢超过30度，人都挡袂牢，更较免讲对环境真敏感的珊瑚。专家表示，今年西太平洋海水的温度平均拢有较悬，珊瑚白化伫全球各地拢持续咧发生。而且富山护溪区是海湾，确定的海水要入来是更较恶，珊瑚更较会白化。而且都是没有台风来扰动，有没有？那就造成这个山路的生长的区域的水温没办法下降，它一定要到28度以下才会好，29度就适应不了，30度大概就白化给你看了。地面想讲，即马敢来当5万多人的时阵，海水的温度降低，互珊瑚会当自然恢复。台东县府表示，会甲台东区议会合作，持续监测富山护溪区珊瑚的生态。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市无水疗的渔民也祭典，伫咧2022年登录做无形文化资产。水疗国小为着要传承渔民也祭典的文化，结合传统的上港灯甲红仔戏剧，用台语来播无水疗的故事，而且佮专工请武术的教练来指导这个囡仔。水疗国小的学生用绳啊、抽红啊搬戏，透过甲时代斗阵学台语词，甲无水疗特殊的渔民爷文化变做戏剧。参与演出的学生分无同的舌头，同齐合作，有人拍三通鼓，嘛有人表演宋钢灯，甲有200多档历史的渔民爷祭典特色，用轻松活泼的方式来分享。学生大卡步逐摆出腿，拢真有关气。这是将将马社团的业师腿，指导宋港镇的市东杰教练。50年前，因为基因到无治疗，拜军头师张景清为师，学习推法。后来时代演变，古早乡勇团练豆豆消息，传统宋港镇推法嘛，愈来愈罕得看到。而较早伫无治疗内底，伊的长衣特别无受伤。因为你长衣的物件，毋是举出咧人修正，迄是咧练力。真话古册内底，一路拢讲台语，无就国语的，国语讲得到嚟哦，袂顺啊，佮兼咪拍甲啊。感觉不错啊，因为可以学到一些以前人他们在用的一些东西啊，就是头旗，它是最前面那一个带头的。市东杰教练表示，无水疗的传统宋钢灯真有历史，古早会当做108人的顶头。水疗国小目前有8个学生伫咧学推法，伊嘛寄望这本古早的台语推法会当继续传落去。记者邱朝阳高雄报道。天气报你知，做伙来关心各地头的气象。北部地区30度至36度，中部地区30度至34度，南部地区29度至34度，东部地区30度至33度。还有外岛地区28度至32度。感谢您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雅纯。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